心想事成第24條法則，將困難交俾潛意識。遇到困難嗰陣，自認為已經冇辦法解決，等於係拒絕潛意識嘅協助。我哋成日遇到困難嘅問題，而且睇起嚟好似冇咩辦法可以解決。但係呢個時候，你要多注意所謂嘅認為或者好似，只係你嘅顯意識猜想嘅啫。顯意識嘅能力係有限，雖然顯意識認為係唔可能嘅事，但係對萬能嘅潛意識嚟講，並唔係冇可能嘅。我有一位年輕嘅朋友一直好想去美國，因為佢好關心某一個問題，認為想要進一步研究，就要到美國先可以達成。但係喺20幾年前，要去國外係一件好困難嘅事，佢亦都一直揾唔到窿路。幸運嘅係，佢知道咗潛意識嘅威力，能賜俾我達成這個願望嘅無限潛能同知性，一定會引導我，明示我一定有實現願望整個計劃。我知道潛意識嘅超高智慧一定會回答我呢個問題。我喺心入邊所要求嘅事情，一定會以具體嘅形態表現出外界，而我隨住時間以平靜嘅心等待。當時雖然佢冇揾到去前往美國嘅窿路，但係獲得到一個去歐洲小國嘅機會，於是佢緊緊把握住呢個機會。佢喺居留喺小國嘅期間，認識到一位美國教授，透過呢位教授嘅協助，佢踏上咗美國嘅土地。最後，佢終於如願以償咁去到美國大學嘅講台上邊。潛意識係萬能嘅，佢永遠喺不停進行顯意識好難猜測嘅偉大計劃。因此，當你自認為我已經冇辦法啦，就等於拒絕咗潛意識嘅協助。圓夢小語，我心懷樂觀，相信每件事都有最好的結果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